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！我哋留聲機嚟緊會開一個系列，帶大家睇唔同嘅新盤，分析下呢啲嘅盤咧有啲咩好同壞嘅地方。首先我哋會帶大家睇何文田豪宅盤太子道西233號。今次嘅項目單棟式設計，外觀望落同其他新地樓設計差唔多，採用玻璃幕牆式設計。好，未講衰嘢之前，先講下呢個盤嘅優點先。項目位於傳統豪宅地段，隔離就係全區最豪嘅嘉道理道，附近一帶綠樹林蔭，環境都好靚㗎。雖然呢度係豪宅區，出入都好方便㗎，樓下樓巴士站啦，入邊有好多條巴士線，行5分鐘就去到新世紀廣場，入邊有大把商鋪，想食乜買乜都得，又有遊樂場喎，同埋商場入邊咧有旺角東站出口，坐港鐵出入咧都好方便㗎。樓盤另一個好處就係呢區位於34廈門，屬於傳統名校區，有好多名校㗎，例如有協恩啦，同埋聖羅撒。如果想個仔讀林拔都好易啲啦。依家就嚟到重頭戲啦，講下樓盤有咩唔好嘅地方。樓盤嘅側邊咧就係太子道西，出名就多車。我依家12點嚟到現場，俾大家感受下車嘅香。同埋太子道西位於傳統豪宅區，話明傳統就係呢區發展有好多年，已經成熟晒啦，亦都唔使指意佢短期之內嘅發展會有啲咩變化。咁可以預期樓盤未必有好大嘅升值空間。如果買嚟自己住嘅話，咁當然冇所謂啦。但如果想搏升值潛力嘅話，呢間就唔使諗啦，揾下一間啦。講返少少樓盤資料，樓書顯示項目共提供75伙，標準樓層1梯5伙，面積由375至到1740方尺，提供2房至4房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到呢度啦。嚟緊會帶大家睇下唔同類型嘅新盤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鈴鐘，咁大家就可以即時睇到我哋嘅片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